我每天早上6点钟起床，6点15准时升起，每天对我的国旗敬礼。这样一个敬礼，让我由衷的对中华民国不但宣誓效忠，誓死捍卫。这就是我，迄就是我甲培养的妈妈嘛，甲我教出来的妈妈。所以我这一生当中，除了打击犯罪、捍卫公平正义以外，就是顾咱国家安全，顾咱人民的安全。因为迄是我妈妈甲我饲大汉，我爱用这个信念，坚持中华民国的国旗永远伫我的心内。